今日咧就喺 Hallstatt 行咗成日啦，咁之後咧我哋就離開咗 Hallstatt，離開咗奧地利，向北開車，揸咗3個幾鐘頭車，穿過咗邊界嚟到捷克，嚟到呢個叫 Český Krumlov 嘅地方，捷克庫倫諾夫。呢個小鎮咧喺香港同喺台灣咧都係譯做捷克庫倫諾夫，而喺中國大陸咧就譯做捷克克魯姆諾夫，好翹口同好粗口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就係用呢個香港嘅譯法啦，捷克庫倫諾夫啦。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我哋無論香港、中國同埋台灣咧嘅遊客都好中意嚟呢度嘅。咁但係個名咧就好翹口喎 Český Krumlov。咁所以咧我哋華人咧就俾咗一個好特別個名佢，通常咧喺網上邊咧都係叫做 CK 小鎮嘅。基本上頭先我哋嚟到嗰陣時咧，個天都黑㗎啦。咁呢個鎮咧就係受保護嘅小鎮啦。咁同 Hallstatt 一樣係唔可以揸車入嚟嘅。咁我哋咧就要將架車泊喺馬路，泊喺個鎮出邊嗰度嚟。咁好彩我哋個酒店咧就離呢個鎮嘅入口唔係好遠。咁我哋泊好車之後咧，就拖住啲行李行去酒店 check in 咗啦。咁而家咧就行咗嚟呢個鎮中心嗰度揾嘢食啦。我其實10年前咧就已經嚟過呢個Český Krumlov 呢度㗎啦。咁當時2013年啦，我同2個朋友去布拉格，咁咧就take 咗一個 day trip 嚟咗Český Krumlov 呢度行咗半日。咁所以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夜晚喺呢度嘅。咁所以咧今晚就喺度欣賞下 Český Krumlov 嘅夜景先啦。咁聽日先至再慢慢去遊覽呢個小鎮。呢個鎮個名咧，一眼望埋嚟又真係唔知點樣讀好嘅。咁喺英文咧，佢就係應該係讀 Český Krumlov。咁但係咧，我都係中意佢個捷克發音 Český Krumlov。Český Krumlov， 捷克庫倫諾夫，位於捷克南部，接近德國以及奧地利，距離首都布拉格大概有2個幾鐘頭嘅車程，係一座充滿中世紀風情嘅小鎮。捷克庫倫諾夫嘅呢座城堡建於1240年嘅波希米亞王國 Kingdom of Bohemia 嘅境內，當時係呢附近地區嘅重要貿易據點。而 Český Krumlov 呢個鎮名第一次書面記載出現呢，係喺1253年嘅一份文件裏面。呢度嘅舊城區裏邊大部分嘅建築以及教堂都係建於14至17世紀，風格以哥德式、文藝復興式以及巴洛克式為主。到咗15世紀晚期，呢度發現咗金礦。大量嘅日耳曼礦工搬咗入嚟呢度，改變咗呢個地區嘅民族結構。1602年，呢度嘅貴族將 Český Krumlov 賣咗俾神聖羅馬帝國嘅皇帝，自此之後咧就改由神聖羅馬帝國嘅貴族擁有。根據1910年嘅統計 ，Český Krumlov 85% 嘅居民係德國人，只有15% 係捷克人。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呢個地區曾經被納粹德國吞併。到二戰結束之後咧 Český Krumlov 嘅德裔居民被大規模驅逐，呢個小鎮咧就回歸咗捷克斯洛伐克管理。但係喺捷克斯洛伐克嘅共產主義時期 Český Krumlov 嘅歷史建築長期缺乏維護，逐漸破敗，一直到咗1989年嘅天鵝絨革命之後咧，好多歷史遺跡先至得到復修，並且逐漸發展成為一座受歡迎嘅旅遊勝地。因為佢保存咗完好嘅哥德式、文藝復興以及巴洛式嘅建築 ，Český Krumlov 喺199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
過咗呢道門咧，就係座城堡同埋座塔嗰度啦。但係呢度兩邊咧就養咗啲熊嘅，養咗啲啤啤熊喺呢度兩邊嗰度嚟嘅。呢度喺城堡裏面養熊嘅傳統咧，就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期。當時統治呢度嘅 Rosenberg 家族開始喺城堡嘅護城壕裏面養熊，作為家族榮耀以及地位嘅象徵。之後咧，雖然城堡多次換主人，但係呢個傳統咧仍然都被保留落嚟，至今已經有超過400年嘅歷史，成為城堡嘅一大觀光特色。但係隨住動物權益意識嘅提升咧，好多動物保護組織以及遊客咧，對於啲熊咁樣俾人困住喺呢度嚟咧，就表示關切以及唔多滿意啦。因此咧，Český Krumlov 嘅政府咧就已經宣布咗到2030年咧就會結束喺城堡裏面養熊嘅傳統啦。呢一座色彩繽紛嘅城堡塔 Castle Tower 係呢座城堡最具代表性嘅部分之一，位於一嚿岩石嘅上邊，原本咧就係為咗抵禦北方嘅攻擊所建。城堡塔咧就係屬於城堡博物館，可以俾遊客參觀。咁行咗162級樓梯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到 Český Krumlov 最高嘅地方，可以望晒成個鎮嘅。下邊嘅呢條河係 Vltava，一直延伸到布拉格。所以喺中世紀呢條河成為咗一條好繁忙嘅貿易路線，因為 Vltava 河嚟到呢度形成咗一個 U 型，係掌控呢條重要水道嘅絕佳位置。因此呢個 Víkovci 家族咧喺1200年代就喺呢度建立咗呢座城堡。咦？點解個塔上面冇人咁奇怪嘅喂？呢座城堡係捷克境內僅次於布拉格城堡嘅第2大城堡建築群，喺1253年第一次建於文獻。佢喺16世紀進行咗文藝復興風格嘅大規模擴建，而到咗17世紀咧，城堡就增加咗巴洛克式嘅建築以及花園。城堡最著名嘅特色咧，就包括呢一座5層結構嘅斗篷橋 Clock Bridge， 佢連接咗主城堡以及花園。喺呢度上邊咧，就有2層封閉式嘅長廊，專係俾貴族用嘅。
波希米亞、波蘭以及捷克三面國旗之間嘅關係呢，其實隱藏住一段耐人尋味嘅歷史巧合以及文化淵源。波希米亞係一個已經唔存在嘅國家，歷史上位於今日捷克嘅核心地區，曾經使用白色、紅色橫條旗作為象徵，源自佢哋國徽嘅紅底白獅子。但係由於波希米亞喺現代從未曾成為真正獨立嘅國家，佢哋呢支國旗咧亦都未曾獲得國際嘅承認。而喺佢哋旁邊嘅波蘭，因為同樣都係斯拉夫民族，佢哋中世紀嘅徽章咧一樣係紅色同白色。喺1918年波蘭復國之後咧，就正式採用咗呢支白色紅色橫條旗作為國旗，延續咗佢哋紅底白鷹嘅國徽傳統。到咗2年之後嘅1920年，承繼咗波希米亞土地嘅捷克斯洛伐克，為咗避免同波蘭嘅白色紅色國旗混淆，所以就喺白紅旗上面加入咗一個藍色嘅三角形，成為今日捷克共和國仍然喺度使用嘅國旗設計。呢一段源於共同文化，但因為政治演變而各自分歧嘅國旗故事呢，就成為咗中歐歷史裏邊一段耐人尋味嘅小插曲啦。